来看台北地检署侦办金华城的弊案，今仔日是继续来约谈到受压的被告。这里是郭文铁当时竞选总部的财务长李文忠，这里是台北市的前副市长彭金星，两个人过去拢是郭文铁的左右手。其中彭金星已经是第8届逢就地约谈。 外头等法庭的指示才继续行。彭金星透早出现伫北检这件事，第8摆互人吊起问，嘛是金华城案件内底精神上个一摆的在押被告。对伫后壁这个穿白衫的是当时郭文铁的竞选总干事财务长李文忠，第2摆互吊起问。 检方侦办金华城案件，虽然扣着郭文铁的随身点，其中有出现真个政商名人，对了东鑫集团的股赞，华侨教父陈宁州等证人以外，拢有证实有关钱，要不金流方面，敢若无什么进展。媒体的报道，我这样看，大致是这样，的确有家族跟民众党有一些这个往来。USB 随身碟敢若有家人市长谢国良的名，并且有写200。 就敢若芯片经150的模式引起猜测，这是金钱还是时间？谢国良亲自回应讲是家族企业，甲民众党有往来，证实讲毋是时间。警方了这点，昨提醒郭文铁甲彭金星，今日佫问郭文铁的左右手彭金星甲李文忠，想要调查金流。针对金流找无线索，即马收现金也毋过无登记。 收网的时间是愈来愈晚，为了攻破郭文铁的防火墙，检方是交手进展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